細細個，爸爸就帶我去茶餐廳度飲奶茶，覺得奶茶甜甜地幾好味。喺嗰個時候我就中意咗飲奶茶啦。我學沖奶茶都差唔多有4年啦。我當初學嘅時候，師傅都成日都覺得我只係沖緊杯熱水俾佢飲。茶葉咧就可以分為3種，粗茶咧就帶出奶茶嘅香，中茶就帶出佢嘅回甘嘅味道，幼茶就係帶出佢嘅濃。年長啲嘅人，我想佢飲翻佢當年細細個回憶嘅味道；後生嘅，我想佢飲到一種新鮮嘅感覺。我就會將個茶撞5下嘅，而撞得多咧，又會令到佢個茶會澀；撞得少咧，香味又唔夠喎，所以5下係啱啱好嘅。我攞咗獎之後，我最想嘅就係沖一杯奶茶俾我嘅黃老師飲。喺佢身上，我學到堅持，只要有夢想，堅持到最後，唔怕100次嘅失敗，只要有1次嘅成功就可以啦。